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2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箴言第8章32节到36节，约翰福音21章19节到24节。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主的话。时常听见人安尼问：哎哟，某某人做啥物代志？伊会当入去天国无啊？或者是也捌听过有人安尼问讲：啥物人做啥物歹代志？为什么佫会当进入天国咧？因就举例啦，亲像进前迄个称级的甲即个刣死绑票的即个主嫌陈进兴因为伫感觉的中间有牧师来关心伊，引带伊来信主，也听讲伊到落尾有悔改来信主，然后受洗啦那有真侪基督徒就出声音来反对伊受洗是有效的啦也伫圣经内底也有人咧讲到迄个十字架边迄个死刑犯求耶稣来纪念伊耶稣就讲：呾你已经甲我伫龙园同在啦因认为即种的救恩伤过随便啦，伤过便宜啦基本上呢，问这问题的人，因基本就是袂记即啥物人是上帝，啥物人才有审判的权柄。因将家己当作是审判官嘛有人讲犹大出卖耶稣，一定袂通进入伫天国。当然，咱真侪人有安尼愿望啦嘛佫有人讲，无有犹大就无有受苦的基督啦。真正的吗？犹大真正亲像因所讲遮尔伟大吗？含迄个犯罪出卖耶稣，就会当变做遮伟大吗？咱亲像咱咧讲，伫最近常常被提起迄个民意代表来服务乡亲，变成做为着家己谋取福利共款。即种会当变做家己即个做政治人物的一个成绩当耶稣的门徒听见有人要出卖伊的代志的时阵，因就问讲：主啊，这人将来会怎样呢？耶稣就安尼来回答：如果呢，我要爱伊活地，直到我过来，也甲你无地带，你只有来管理家己，来跟对我吧。耶稣基督所讲的迄句话，如果我若要爱伊活地，直到我过来，即句话如果成立的时阵，一定有人会讲这无公平啦，无公义啦。也亲像耶稣基督伫迄个泡汤园的譬如一样。遐个一早受到呼召进入去做工的人，一定会批判迄个下晡才入去的。因讲因哪会当到我客病坐呢？因安尼来批判，因安尼来轻分啦但是当彼得咧问讲：主啊，这人将来会怎样的时阵，耶稣甲伊讲：如果我要爱伊活地，直到我来，也甲你无地带，你只有管理家己来跟对我。耶稣讲即句话真清楚，伫讲着审判的主权不在伫彼得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乃是伫耶稣基督的手顶。
基督徒的呼召到底是啥物货？是伫遐管婴仔事咧共批判、咧共审判吗？其实真简单，就是专心听主的话，来跟对主的脚迹来行。所以耶稣就安尼讲：你只有管你家己来跟对我吧。歌星周杰伦有一首歌，伊的名叫做《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啦吼。迄歌词是安尼写吼，小朋友是毋是有真济会问号啦吼？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咧看网角，我咧学画图，对着钢琴讲话，别人咧耍游戏。我却伫迄个课，我伫壁遐咧陪我 ABC。我讲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但是却得到一台旧旧的录音机。为什么着爱听妈妈的话？大汉了后，你就会知这段的话。真侪人对伫信仰，也就亲像即个歌词所咧讲，即个小朋友、囡仔共款的程度，也搁咧停伫问讲为什么的阶段，却毋知影着爱听话的重要性甲好处。当彼得咧问讲为什么，或者是讲咧问伊会怎样的时阵，耶稣甲伊回答讲你只要管你家己来跟对我就好啦。真言嘛安尼讲着，讲少年人啊，即马着爱听我，照我的话做，恁就会有快乐。着爱听恁所受的教导，着爱有智慧，毋通拒绝。听探我话的人是偌尔有福气。伊逐工守伫我的门口，伫我的门边在听候，找着我，就是找着活命。伊会得到上帝的恩惠。无有找着我的人，就是伤害家己。恨我的人，就是介意死亡。听探主的话，就会存活。但是怀疑的人生，却是对咱无有啥物帮助。所以学习专心来跟对耶稣基督的脚迹，安尼的人才会当进入伫迄个救恩内底。咱今仔日要来读诗篇148篇。恁着学乐耶和华，对天顶学乐耶和华。伫悬的所在学乐伊，伊的众使者啊，恁着学乐伊；伊的众天君啊，恁着学乐伊；日甲月啊，恁着学乐伊；发光的星辰啊，恁着学乐伊；天顶的天甲天以上的水啊，恁拢着学乐伊，才会拢着学乐耶和华的名，因为伊一个命令就拢受创造，伊将这会建立到永永远远。伊有定例，袂为废无，对地上着学乐耶和华，就是大鱼甲一切的深渊，火甲冰雹，雪甲云梦对伊的话的大风、大山甲一切的小山，结果子的树木甲一切的香柏树，野兽甲一切的精生，虫豸甲飞鸟，世上的君王甲万民。贵族甲世上一切的审判官，少年人甲在色女，老人甲囡仔，才会拢着学乐耶和华的名，
因为只有伊诶名受尊做冠，伊诶阳光盘过天地，伊兴起伊诶百姓诶角，互以上诶百姓拢学了伊，就是以色列人真君子迄个百姓，恁着学了耶和华。感谢天父诶保守，咱通度过将近2年疫情诶侵蚀，渐渐来进入伫即个年底时，互咱开始来迎一个新诶年。求主继续保守看顾，赏赐咱力量。感谢奉主基督诶名，阿们。